相信大家都知道漁夫多數用捕魚網嘅捕魚，但你又知唔知道漁具可能會對海洋嘅環境造成破壞呢？喺菲律賓中部嘅達納宏淺灘曾經有豐富嘅海洋生物，但係因為近年冇嘅過度捕魚，令到魚類數量大幅減少。而當地嘅居民為咗捕捉到更多嘅魚，放更多漁網入海，令到大量漁網因為冇人理會而遷海漂流，糾纏住海洋生物。呢啲嘅漁具每年禍害咗超過10萬隻海洋生物，並佔咗海洋塑膠垃圾嘅10%。倫敦動物協會一個叫 Networks 嘅組織喺2012年設立咗一個漁網修復計劃。呢一個計劃唔單止可以清潔海水，仲能夠為當地貧窮嘅漁民提供新嘅工作機會。透過收集棄置嘅海洋嘅漁網，將漁網壓縮成立方塊，然後將漁網轉製成尼龍線，再交由地氈製造商生產成地氈。呢個計劃除咗能夠將廢棄嘅漁網循環再造之外，仲提升咗當地居民對環境保育嘅意識。